昨午北部嘛，因为风面的影响，天气乃做风台，透大风又搁落大雨。今仔日时的天气，阁是嘛是真无稳定，不时会落雨。气象署是提醒民众，驶车、骑车拢爱特别细腻哦。虽然今仔暗时这波风面就会通过，也毋过清明连假，会阁有另外另阵的风面形成，雨水会较济。 昨午若风真透，阁不时上大雨，雷公势若直直来。气象署表示，昨午上强的风是伫平湖东吉岛有到17级，新北市淡水也有到12级。桃竹苗地区大概是10级左右，因为风面当咧通过，今仔日时的天气也是无偌稳定。民众出门的时，驶车、骑车拢爱注意安全。不过今仔暗时风面通过了后，天气比较较稳定，明仔载和后日的天气就会反烧了。 整体的环境呢是更加明显的偏回暖的状况，所以各地的高温大致可以来到29、30度以上。那甚至我们在3号随着西南风的增强，除了各地的气温再稍微增高一些之外，东南部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，局部高温可能来到36度以上。讲到清明休假的天气，中央气象署表示，拜四开始有一波新的风面，会去影响到台湾北部甲东北部地区。刷落去拜六嘛，阁会有另外一个新的风面。 所以连假4天的水汽会较济，不管是要陪梦，也是趁休假出去佚佗的民众，拢爱注意天气的变化。至于呢，从4号到5号，我们开始受到下一波的锋面影响，届时北部东半部和中部的山区会有一些局部的阵雨出现。 而下一道的锋面呢，预计在6号、7号左右，又在台湾的北部海面附近形成组织发展。所以说呢，这段期间水汽再度的增多，环境上面更加的不稳定。落尾中央气象署提醒，拜四进前，金门甲马祖可能会大雾影响能见度。明仔载透早，中南部地区嘛有可能会有类似的状况，请民众毋若出门在外，爱较细腻淡薄，嘛爱随时注意气象署的上新资讯。记者刘新武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